我们今天呢有一个见证啊，要跟大家来分享哦，是跟梦想有关的。好，那我们就要请这个 Eric， 好，他来自台湾的 Eric， 好，来跟我们分享。好，上元，好，我们拍手来欢迎上元啊。感谢主。我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其实我要环岛不是为了我的梦想，我真的是要去感受到主在我生命中他的大能，他是有多么的爱我。那其实在过去，其实不止过去的12天当中，是过去的30天当中，神都很眷顾我，因为我整整离开了我的工作1个月，老板还没辞职我，很感谢主。那就是暑假一开始，7月一开始就一直在教会服侍，跟 Elevate 台湾，然后第2周到了云林，也是跟 Elevate 台湾，然后也跟水灵教会。那真的要讲是桃园的 Eric， 因为水灵有一个 Eric， 美国有一个 Eric， 然后我也是 Eric， 我是桃园的 Eric。对，很感谢主。那因为时间非常赶，所以我短宣回来之后，我也都没回家，我就直接就去环岛。那我环岛的旅程是从东山开始，因为我们的车队是找我2天出发，他们从新竹出发，然后2天后他们第1天到新店，第2天到东山，然后就在那边。那我为了这个预备很久，祷告很久，从军中开始就练体力，然后我的车子4年前就买了，然后要去之前，我在7月10号，因为就是服事的关系，所以我只有在7月9号的时候能够有时间去修理，短短1个早上而已，然后就赶快把车子牵去，然后把轮胎也换到最好啊，就是什么都准备好，连刹车皮又花了4000多块，什么都准备好了，然后打包好，然后7月的16号礼拜天晚上就马上坐了火车去了东山，结果到了东山火车站，袋子一打开，哇，车子破胎了。破链完全不能用 ，OK 没关系，就12点，那时候已经到了东山火车站，然后11点40分，火车有误点，然后到了东山，然后就先睡觉，然后那一天是6点要起床，隔天就是骑苏花公路，非常的困难，砂石车非常的多，非常的危险。那结果早上怎么办呢？我没有车啊，然后神就帮我预备1台，因为刚好有一个人他回了家里。然后我就有1台车可以骑，然后我就开始骑脚踏车。那其实说真的，对骑脚踏车人来说，骑别人的车是非常非常困难的，因为你不适合它的变速、它的座椅、它的骑的姿势，都是对我来讲都是一个新的挑战。虽然我过去一直骑车，不过第1天就不是骑我自己的车，不过感谢主，神给我最后换到1台车是超过6位数，我一直很梦想的车子，因为那是对上我们的领队最好的车子，超过6位数的车子，所以还是很感谢主。那其实过程当中真的不是骑车困难，而是我们队员当中有很多需要一起就是帮助的。然后我们最小队员是5年级，那最大的年纪是63岁。那不过63岁那没问题，5年级那比较问题，因为他跟你骑了不到出发哦，不到中午，他就跟你说好烦哦，我要回家了，一直跟你讲，因为我是压队的，因为牧师之后派我到压队，然后就开始背起对讲机，然后就跟前面的领队，然后开始跟补给车都是互相联络。那后面的小朋友都是一种哦不要骑，又是上坡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就只好拿出拖车绳。骑着别人的车，然后挂着他的龙头，然后开始上坡，多骑别人的2倍的力量。不过也很感谢主，真的在这当中，真的见证到主非常美好的同在。那在当中也经历很多在教会啊、祷告会也为我祷告，真的是祷告的大能，可以让我站在这里来做见证，让我真的可以经历到主的恩典。那我还有4分钟的影片，我们就直接用影片，然后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。谢谢。